应手人了。叫你啊。你看我这怪，我你有点高嘞。也做平安，这是上帝的殿，正要正做上帝基督的殿。咱用咱的心，举起咱的手，为今仔日的敬拜，为今仔日的礼拜崇拜主日来，咱的主上帝来求。我们先用祷告开始，我们要今天的聚会。你可以开口跟神求。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搁保守我一年冬一直拢平安，伫阮稳定的行稳定的路的顶悬，拢满满拢是你的祝福。我搁感谢你，予阮有这个分别做成来守安息日的本分。的时，我真正感谢你，予阮有这个福分。我要来享受你所赐的平安，你所赐的喜乐。我感谢你，感谢你保守阮今仔日礼拜的顺序，对头到尾，你所选调的圣徒百姓来到你的面前，也甘心乐意。感谢你献上家己，正要正做芳芳的祭，献予你，愿你接纳。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罗咱的主上帝，请你也甲你边仔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罗咱的主上帝。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三个来享受伊所赐的平安、喜乐、甲安息。主，万物充满你的稳定。主风吹来之阵，有人会旁边，就头一切叫欢喜的音息。若可以，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把这首歌加做你的歌。我看见上帝的名充满你万民。主风吹来之阵，有人会旁边，就
从这大官员，一生的主的来临，我乐你从这大官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荣耀拢归乎咱的主上帝，求因为耶和华照着伊的作为，互咱欢喜。因为耶和华手所做的工，咱就来欢呼。你就爱学罗耶和华，伫上帝的圣所学罗伊，伫很关联的疆处来学罗伊。大琴唱歌学罗你，我要大琴唱歌学罗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下的大声忘记你的荣耀，专心来学罗你。拍个跳舞，跳舞，大家打起来拍手，跟中当追求，眼睛也要大不容易讲你，真的注意点声。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兄弟，哈利路亚主一点声。我要大琴唱歌学罗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下的大声忘记你的荣耀，专心来学罗你。拍个跳舞，大家家起来拍手，当中当追求，眼睛远遥，大鼓乐意讲你，三个不一点声。请起立做伙来讲哈利路亚，咱做伙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兄弟，哈利路亚一点声。我要大琴唱歌学罗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下的大声忘记你的荣耀，专心来学罗你。拍个跳舞，大家哈家起来拍手，跟中当追求，眼睛眼遥，大鼓乐意讲你，三个注意点声。大家三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兄弟，哈利路亚主一点声，我为大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兄弟，哈利路亚主一点声，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兄弟，哈利路亚主一点声，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兄弟，哈利路亚主一点声。哈利路亚主一点声，哈利路亚主一点声。将荣耀归乎咱的主上帝，请坐。来到伊的宝座前，咱会向算下伊的恩典；来到主的宝座前，咱会向来敬拜俄罗伊，因为阳光、冠冕、恩典、救恩拢归伫伊，伊要赐福伫咱的中间，伫你宝座前。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要去向主多谢敬拜，总归宝座前上帝。你宝座前，这天使旁落敬拜，万
天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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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要拢归于咱的上帝。我先三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民眼光拢归于咱的上帝。你个永远我，伫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要天上主多谢敬拜，我求我，拢归宝座天上帝。伫你宝座前，敬天赛巴路，你宝座前，敬天赛阿罗敬拜，我高高万民地地好好，我求我，拢归宝座天上帝。搁一摆大声三个，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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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要拢归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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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光拢归于咱的上帝。你个永远我。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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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要拢归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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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光拢归于咱的上帝。你个永远我，你高永远我。搁一摆将荣耀、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主求你教示阮安怎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求主帮助咱，也会晓算伊的恩典。新的年其实是岁末年终哈，西元的新年已到，旧历的新年也快到，所以我们将我们立新的方向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立新的方向，求神的眼光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有新的意向。透过圣神的引领，透过圣神的引导，我们要看见神做新的事在我们当中。希望上帝借着圣神引带咱，互咱有伊的眼光，有新的意向，伫未来的日子，咱有新的方向。圣神引带，咱要看见上帝做新的作为，新的代志伫咱中间。阿们，阿们。用祈祷的心，较无甲圣神上帝安尼讲，主，愿阮有你的眼光，会当看见新的意向，也有新的方向，伫未来日子内底，咱做上帝爱咱欢喜做的代志。求圣神引带，求圣神帮助。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有敬拜月下樱花枝，地观山天地高海有清楚，上帝行你要手
心，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咱地拢要靠我，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甲主讲，我愿你来。伊要打开阮的命落来，彰显上帝国度荣耀，全地拢要靠我，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这心灵带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你我勇敢。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关山顶你甲海洋亲自，上帝惊你要手一首新歌，咱的事要做新事，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你基督来年年切拢我心，新的眼光，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靠我，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你要打开阮的命落来，彰显上帝国度荣耀，全地拢要靠我，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相信你所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你我勇敢。全地拢要靠我，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你要打开阮的命落来，彰显上帝国度荣耀，全地拢要靠我，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相信你所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你我勇敢。谢谢恁抓。相信你所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你我勇敢。主，阮感谢你听阮所求，感谢你也真做阮的拯救。感谢耶稣，是因为听为阮来救赎、来降生。主，你做新的代志，搭配
发现。阮欢喜来就故你，阮也欢喜信靠救主耶稣，因为你的应允拢会实现。帮助阮有新的愿望，帮助阮有新的意向，新的眼光，看见你要做新的代志伫阮的中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荣光归乎你，阮的主上帝，愿荣光归乎你。阮答献感谢的祭，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逐工保守，逐年拢保守，真正帮助阮伫你稳定的路顶悬，是充满感谢、感恩的心。阮的嘴也要讲感谢、阿罗话来荣光见证你的名。也恳求圣神帮助阮，会当听探你的命令，谨慎来遵守。主上帝，求你帮助阮，开阮的心目，开阮的目睭，我互阮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帮助阮，帮助阮，也会真心来服侍你，帮助阮，也会好胆来见证你的名。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感谢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十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骄客偶像。第三诫，毋通人送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惊奸人；第八诫，毋通偷客；第九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诫，毋通贪心。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64篇，启应文第64篇，我来启兄弟来引。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惯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
下面请圣歌队带领咱的儿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确实的救恩。愿一切荣耀归予天顶的上帝。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2章60到80。罗马书12章60到80。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强读第6节。咱只有所互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阁无相同或是做先知，就着照神的分量来讲，或是办代志，就伫伊伫办代志。也是教示人的，就伫伊伫教示；也是劝勉的，就伫伊伫劝勉；周遭的，就用实心；治理的，就用温群；怜悯的，就用欢喜。这是请吴牧师来正道，伊要正道题目是培养服务的温素。
力伫上帝主理的工，因为阮知影，阮着活伫主也拢无规定空空。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激励阮每一个人的心，圣神亲自来教导，感动阮逐人的生命，培养阮的生命伫逐相款的温事里面，会当做尽忠的罗卜管理者。阮嘛要尽心尽力来见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主啊，阮伫祈祷中，阮也要建立一个理想、有气力、有目标、有梦想的教会，是一间用祈祷来经历上帝你稳定的赏赐、复兴的教会，嘛是一间因为阮同心的奉献、甲付出的服务的行动，来互侪侪未信的人来经验着主上帝你的疼痛、甲生命盼望。主啊，阮恳求你，搁一摆来复兴，来唤醒阮生命中医治的灵，搁一摆放伫阮逐人的心中，互阮会当常常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搁活的生命气力，来翻转阮内心软弱、刚硬、受伤、无信的心灵，互阮的生命会当重新为着主你来勇敢徛在，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顶礼拜牧师刚咱讲起一个建立教会，一个足要紧的5项的这个从执事的身份吼。啊，有使徒，有先知，还有啥物？传福音，还有啥？牧师甲教师。啊，牧师嘛刚咱讲起。牧师嘛，甲咱讲起一间教会内底，咱的教会爱真做靠主的气力来去安怎祝福人的教会。咱的生命嘛，就爱有这款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内底讲起，讲因为伊所做成的，受到创造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啥物？来行好事嘛。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你的生命就爱行好事。注意哦，咱的基督徒行好事，毋是参一般的外口的信用共款，是伫主的内底。为什么？伫主的内底是生命有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倒转来，即款的生命救赎倒来。所以咱的生命真要紧。咱顶礼拜甲咱讲起一个足要紧的生命力，就是讲咱伫耶稣基督有份伫上帝恩赐赐互咱分互遮个逐个人。互咱每一个人伫伊个救恩的内底，伫教会内底，伫耶稣基督的身躯的内底，成做一体嘛，是毋是？所以咱顶礼拜讲起讲，为着要互圣徒招备装备来做采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是啥？教会，感谢主。既然若是起造教会，安尼咱伫教会内底，每一个人拢着爱互，无论伫教会内底有先知恩赐的，有使徒恩赐的信徒，甚至有传福音恩赐的，无论是牧师也是教师的身份，咱拢着爱注意去听，互咱的生命会当被装备的中间，哪会当安怎做伙来，互主来采用来起造教会，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圣经内面伊咧讲起，这是一个要紧的一个概念，嘛是要爱咱的教会会当通过。咱要安怎样来去共服务、好款待，来互人的生命来得到福音。所以我常常咧思考，到底教会为什么常常咧讲福音？为什么耶稣基督死过活了后，也搁一摆伫门徒的面头前，要互咱了解，咱来5万百姓来传福音。所以今仔日咱要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咱要搁一摆来了解，咱要安怎样会当得到这款受采用的工，咱要做啥物？咱要安怎样运用这种的生命的恩赐来起造教会？所以，伫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你若有机会会当将你身躯边的圣经，也是你的手机的 APP 拍开吼，你会当看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5节，内底伊讲甲真趣味、真要紧，也就是讲起讲伫耶稣基督内底的新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新生命，好，咱今日所看是第6节到第8节嘛，对不？但是你若看第1节到第5节内底咧讲起的，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新生活，也就是新的生命爱安怎做？伊讲安怎？
伊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体、身躯做祭，是我的，是神圣的，上帝所欢喜的，无得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后壁伊就讲哦，伊讲恁，互恁为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宣传的旨意。因为我对所互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来忖度家己，唔通搬过伫应该想的，也就是不要看自己太高了，然后呢，所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逐人信的分量，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若是百体的功用无拢相相同，安尼咱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逐个三强做体。这内底讲起三个足重要。为什么咱要运用服侍恩赐？咱要服侍恩赐，咱必须要有一个真要紧的、真重要的，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头拄有讲，第一节甲第五节咧讲起基督徒的生活，伊的生活形态。所以有三项，咱头拄所看圣经节有三项，我用迄黄色标题，你去看一下哦。有三种，第一种叫做啥？将家己的性命安怎奉献予上帝用？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的性命爱奉献予上帝用。意思就是讲，你毋是真做一个安怎来教会听道理，听就好啊。你可能上帝要予你伫你的生活中间哦，伫你所拄着的亲人、朋友，每一个你所接触的，拢是上帝要通过你来为着这个环境带来疼甲毋望。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讲起，咱所奉献予上帝用的是啥？是奉献的祭，是我的神圣的，佫是啥？上帝欢喜的嘛。所以你要奉献予上帝，这几个例足重要哦。伊内底讲啥？奉献予上帝是我的，是神圣的，佮上帝欢喜的。有一个故事伫外国，有一摆主日的讲道的中间，有一个人伊摕即个奉献的盘摕到一个即个13岁的查囡仔面头前，即个查囡仔乱甲伊讲，甲你甲盘放较低，伊讲放低一点。了后呢，伊佫讲摕落来，伊讲再低一点，伊讲再低一点。即个盘最后然后放到涂骹，伊讲你把它放在地上。你可能想讲，这个查囡仔哪你才无礼貌这个查囡仔让我看到了，让我动，我气你。什么意思？伊讲伊要将伊家己全心全人安怎奉献予上帝。13岁囡仔伊可能要毋捌，但是伊的心内伊讲，我要全心隆重奉献予上帝。什么是活祭？有一句话英文安尼讲，the only problem with living sacrifices is that they keep crawling off the altar。讲活祭的唯一难处啊，是因会对这个祭坛顶面安怎会落来。什么是活祭？你若是活我的祭这你若讲像迄种世俗人因咧拜拜你若献的毋是烤鸡，毋是做好的鸡啊，是一只活我的鸡啊，迄鸡啊会安怎？会跳嘛？活祭是啥？活祭就是咱人的心的生命。你的活是为主来活，还是为着你家己来活？你奉献的物件，若是为着你家己来奉献的，安尼你所奉献的，上帝袂甘纳。因为你这个活祭会亲像即句话所讲的，伊会对伊的祭坛顶面安怎爬落来啦？伊爱死呢，爱奉献生命，爱付上代价呢。所以是活祭，是我的。你的生命，你奉献予上帝，毋通是死的啦。意思就是讲，环境咧变化，咱嘛着安怎奉献予主的心情嘛着安怎爱对咧改变。有当时你可能会想讲我着已经安怎，我着已经无法度啊，我着已经安怎，我甚至安怎，我着无法度通奉献予上帝什么款的工课。但是你的心敢会当因为安尼来软正，会使袂？袂使。如果你的心若软正倒退，甚至失望，你着爱定心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头前，甲上帝求讨。第二项，
你得爱查验上帝的心意。查验上帝的心意是啥？也就是心意爱更新变化，无对着这个世界安怎来受影响。所以咱有当看见，即马咱伫咱的社会中间，基督徒要安怎照上帝让予基督徒无相款的恩赐来去安怎来做好的发挥？咱需要伫信心甲气力的展现的中间来去荣耀上帝。因为咱若无信心，自然咱环境咧变化，咱就安怎？咱就受影响啊嘛，敢毋是？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环境咧变化，你的心爱克住拿勇壮。来，环境咧变化，你的信心爱克住拿勇壮。第三项，基督徒的新的生活模式，咱来了解。当你要有一款服侍的服务、服侍的恩赐，你就爱大心爱有一个新的生活。第三项就是，你唔通过度看待家己的心意甲眼光啦。譬如讲，牧师今仔讲了，你可能开始别激励。每一摆牧师讲了，听着一个人讲了，你的心有足大激励。但是你唔通过头啦，你爱小可准则一下你家己的信心到底有够无？若无够，你唔通上过头讲好，我嘛要来，结果就答应啊，答应了，结果做无够的时阵，做无到，做无达到迄个目标的时，你怎啦？你会艰苦心，歹势，无，莫去教会啊，莫去互迄个人看到啦。吼，安尼我就安怎？你等到愈倒退哦，你会愈行愈倒退哦。所以咱就爱照着，唔通照家己的心意甲眼光，就爱照上帝所赏赐互人信心的大水。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即种的生活模式的内底，自然上帝会照着上帝所要让予基督徒无相款的恩赐的中间，你会开始发现到，你会有即款的陪伴，你自然会发现到。但是即种的陪伴需要咱大家做伙来配合。来下一页吼，这个好，咱要开始有即个服务吼款待的恩赐的能力，咱来了解还有三项，第一项就是你爱跨越迄个知影恩赐的重要。譬如咱这2礼拜拢讲到一个是基督徒的恩赐对无？吼，基督徒的恩赐嘛，五重执事的身份嘛，今仔日咱要看嘛是一个恩赐哦。但是这种恩赐你唔哪知影咧，伊的重要性，你要继续去发展，你要去突破，吼，你要去知影这个恩赐的能力，伊的功用是啥物？啊，然后这个恩赐，伊才有法度真正好好来运用。安尼伫咱教会内底，上帝你会互你了解你的生命的恩赐是啥物？其实基督徒若要讲到恩赐吼，拢是用顺其自然啦，吼，拢讲啊，我的恩赐都安尼尔，吼，等下你会愈听愈了解。你会愈知影，其实咱的恩赐有真侪项，吼，有真侪项。今仔日的圣经在甲咱讲起，内底有几项？有啥？有先知办代志的、教世人的、劝勉的、救助的，啊，还有啥？治理的，还有温困的，治理的，甲啥物？灵敏的，吼，这几项的恩赐，其实这几项恩赐，伊甲咱讲起足重要，几项的重点，吼。讲语言的爱安怎？爱照信心的程度啦，吼，信的分量啦，吼，也就是信的分量。这种的恩赐咧，通常是做先知的讲道，伊必须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呢，去宣讲上帝的启示甲信息，然后开始去造就、安慰甲劝勉。这是咱顶礼拜咱冇讲起的一种的恩赐，先知预言的恩赐。另外一种咧，做执事，台语是讲叫做办代志啦。吼，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服侍上帝就爱专一。什么叫做专一？有个人服侍上帝，当伊若拄着伊家己咧无用的工课，吼，会安怎？会袂记得啦。好，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你会忘记要记得写笔记，你会忘记记得写笔记。吼，这真正足重要哦。你若看即摆吼，治安即摆吼，代志愈来愈侪有无？会不会忘记？会呢，哦，当下咧做青年的时间哦，记得足清楚的哦。牧师最近开始有发现哦，有小块也开始忘记哦，因为要挑战。牧师也是这样，常常有足侪项代志，吼，但是代志多我都爱记录。其实伫咱的生活顶面，咱嘛开始，你可能想讲啊，我都唔捌咧拿笔的，试看卖啊，笔甲刻起来啊，吼，开始记录啊，吼，即摆手机啊嘛拢真方便啊，办代志。做执事的人，你爱知影，什么时间爱做什么代志。所以咱教会是安怎，咱的周报内底是安怎拢要写讲什么服侍，即礼拜是什么人，什么人，
就是要互咱的同工会当清楚知影，什么时阵我要做什么代志。第三项有教导，有劝勉，吼，这些拢是讲着爱专一，着爱智，爱用心，施舍，吼，就是这个爱诚实，吼，治理爱温群，怜悯爱安怎？爱甘心欢喜。这几项拢是咧讲起一个足重要，就是能力的培养。这温数，咱先爱来了解几项真重要的态度，因为这物件你看拢真清楚。好，上一页。好，这温数能力拢看有无？有简单嘛？敢毋是？但是咱爱先了解，这温数，咱爱有用什么款的心态来了解温数？安尼你才袂安怎？因为你有这种温数，然后你就讲，你要来培养这个温数哦，吼，你会赛一咯。啊，但是又讲，我的信心都要无够遐，我是要安怎？亲像你所讲的迄个温数来去做，迄就是啥？我并无了解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去讲。安尼你无法当鼓励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伊嘛无法当清楚知影，互你讲了后，煞我较不爱领受这种温数的，我要忝死。吼，所以有诶服侍主的这办代志的执事同工，常常拢是安怎？服侍主了后一段时间，拢会讲啥？啊，交互人啊啦，我后摆莫去做啊啦，这好就互啥物人做啊？然后伊完全拢无爱去插啊。过去拢是哦，咱拢是安尼的形式，但是我感觉安尼真无彩。我看见有侪教会，因的臃肿，是因为逐个人拢领受知影讲，每一个人的生命，伊拢有伊的温数能力。这种的温数能力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咱这回来看几项真重要温数的心态。第一项，逐人所蒙受的这个恩典无相款，对无？恩典无相款，也就是领受逐人的温数无共款。啊，若无相款呢？逐人伫上帝面头前所得到的温数，就安怎？啊，就无相款啊！你领受的恩典无相款，温数就无共款嘛。有的人做到奉献足济。啊，伊的温数是啥？敢毋是安尼？啊，你有想要得到无？知影我的意思无？你看到有个人伊做到服侍的，逐项能力拢会，在伫啥？是安怎有这种的能力？你敢有想过？了解我的意思无？愿意去做，所以咱会当了解哦。按照逐人所蒙受的恩典无共款，甲你边兄弟讲，你要靠主蒙恩。你要得到这款的福气，要安怎做？就是爱靠主啦。其实无啥物撇步，靠上帝。逐项代志靠上帝。咱若这些青年无伫遮吼，即摆你若甲伊问讲，你们是靠着什么？靠着委员牧师教你们吉他吗？其实不是。我时常鼓励他们，当他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是靠上帝。恁知影恁所学到这温数能力是要做啥？要奉献给上帝。所以当因会晓了后，这个温数有赏赐给因啊无？有啊嘛。因敢会去像过去安尼讲啊，我都袂晓，我不想学，等下我会讲起，咱即摆有真侪青年国中生因家己拢走来教会5个6个，因一个招一个但是是什么款的情形下来？等下我会甲咱分享。第二，无需要嫉妒别人的温数，嘛无需要怨叹。为什么家己无这种的温数？你要接受家己，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懂得接纳自己，还要善用上帝所赐的恩赐哦。爱了解无？有的人伊会接纳家己，但是伊无法度通互伊家己知影讲，伊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伊无法度通好好运用，他没有办法善加运用。所以呢，有的信徒伊会当接受伊家己，伊是什么款的人，但是他不懂得真正的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主，善用它。第三项，你有什么款的温数，你就会得到你的温数为止啦，做到你的温数为止啦。爱了解有的人是像啥？伊家己譬如讲伊真熬疼人，但是伊去做想要安怎做迄一寡事务性的工作，伊袂爱插人，但是伊心内想着你听伊讲，我做想要关心迄个人，我想要认嘛迄个人，但是伊拢无法度通跟即个人建立关系，因为安怎伊拢咧做行政业务。爱了解我意思？有的人真熬做行政业务，但是伊说安怎？
足啊关心人，但是伊煞无法度通互伊的行政业务带互迄个地区，带互教会，带互伊的环境带来祝福。啊，这拢有一个会当做平衡的所在，这是值得咱来好好思考。所以你有啥物款的温事，你就做好你的温事的能力为主就好。好，千万唔通超越过家己的信心的程度，搁较悬的事，爱留机会互别人啦。吼，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留机会互别人。啊，忙啥物代志拢留互人啊？吼，咱大生是安怎学习嘛？我看有啥物代志，我会当来做嘛。吼，所以呢，你若将所有代志拢做啊，吼，别个兄弟拢无通做啊。今日牧师若讲我也要拍鼓，也要弹吉他，敢有可能？我嘛四支手尔，双骹双手尔嘛，敢毋是？吼啊，所以逐个人爱做伙安怎分担，逐个互相啊。所以另外咱一个足要紧的吼，教会内面上好是一个人做一份工课，毋通一个人做2份。吼，这是做起步。牧师讲的这是起初，咱爱了解服侍，咱若有温事，咱要安怎做的服侍。第4项，信徒咱无应当爱否认啊，你不要否认各种恩赐的存在，因为这种的人啊，伊会做理所当然的哦，吼，伊会做理所当然去拒绝运用温事哦。我再讲一摆吼，会否认各种温事的存在的人，就是他拄仔我牧师咧讲的叫做顺其自然，了解无？好，顺其自然，反正我有了，我再说嘛。牧师，你不要要求我了。好，你也不祷告，也不灵修，你也不去寻求在你生命当中上帝给你的恩赐能力，所以你无法度来好好运用，你反倒等你会用你的谦卑来拒绝这种的温事来享受。安尼，请问你的温事的能力敢会发挥出来？我简单举一个例。我否认讲，我会当亲像某米人奉献足侪钱。通常这种人吼，这种的信徒，这种的生命吼，通常是啥？伊是一个足贫惰，甚至呢，伊袂爱伫伊的工课上安怎尽心尽力去突破的人，你相信无？我阁讲一摆，一个人伊。无想要亲像某米人安尼奉献较济，啊奉献有够就好啊。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气力，无论是你伫一个单位所做的代志，嘛是相款。所以牧师足鼓励咱每一个，无论咱即摆社青青年，伫咱所做的工课范围内，你伫上帝所赏赐互你的生命内底，你爱培养一个叫做温困嘛。所以头拄仔咱有讲到，咱爱啊啥？这个地理啊，地理治理能力嘛，咱知影一间公司地理温事悬的，通常是啥？经理对无？管理嘛，伊会当治理嘛。通常伊是安怎？伊是做温困的哦，伊袂亲像员工哦，反正你工课做了，我就要紧要转来啊。了解我的意思吧？啊，那如果咱每一个人拢是安尼的时阵，伫咱所做的工课顶面，你无法度通。做好一个好的管理，上帝嘛无法度通将更较侪的稳定祝福伫你的身上。所以像那圣经内面讲，这个主人5000个，搁偌济？2000个，搁一个啥？1000个，这个5000个安怎互伊趁5000？2000个互伊安怎趁2000？迄1000块算安怎？大个。所以圣经内面讲的，毋是牧师讲的哦。是真实的哦，伫咱的生命嘛是安尼哦。所以兄弟姊妹，温事稳定的享受，这拢是上帝的享受目标。但是咱爱知影，上帝将这个温事享受互人，咱毋通干那去欣赏，咱着爱诚做一个安怎？我嘛会当得到。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我嘛要得到这个温事。第5项。咱常常欣赏属灵的人，但是毋是欣赏伊的属灵，咱是欣赏伊的温事。吼，有真侪时阵吼，咱拢欣赏一个敢做属灵的人，对无？伊服侍上帝，真听主，啊嘛真有奉献。但是咱其实欣赏的毋是欣赏遮的，咱其实是咧欣赏伊的温事，伊的稳定上帝稳定的享受嘛。但是咱其实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咱拢会欣赏，其实咱拢会欣赏。
但是咱的生命就爱学习讲，我嘛要成做这款的人。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到11节安尼讲，有诶，互伊为行逐样的关联；有诶，互伊做先知；有诶，互伊为分别者的神；搁有诶，互伊为讲逐样的音语；有诶，互伊会翻译逐样的音语。这个拢是像一个神所施行的，照伊所爱，随样分予达人。注意哦，随样分予达人啊！既然说上帝是随意给人的吼，我也不用求了啦，是这样吗？敢是安尼？这值得咱来思考哦。我咧看这圣经在的时候，我感觉真有意思。安尼伊的意思，敢是讲我唔免求就会当得到？敢是？唔是吧？唔是吧？通过咱头拄仔所看的吼，咱头拄仔所看的，讲语言、做执事、办代志、教导、劝勉、施舍、救助，再治理的、人民的，因拢有一个足重要的，拢咧讲起信心爱安怎？要做有言先知的角色，伊的信心爱安怎？爱大嘛，敢毋是？这是能力嘛，对无？个办代志爱专一嘛，对无？教导劝勉拢爱专一嘛，这是能力嘛。你做代志若无专一，读册若无专心，你敢会功课敢会好？袂好嘛。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这个能力绝对毋是简单。上帝圣神随意分予人的，安尼我就毋免求讨，我就会当得到，毋是安尼。其实，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了解，通过伫今日圣经在咧讲起，服务款待的文书是一种足特殊的能力。这种的能力，其实只要咱会当互人尽心尽力去营造这个温馨舒适、宾至如归的环境，甚至咱自然就会当传扬上帝荣耀的知识。这种的服务，这种的能力，其实拢在咱尽心尽力。做伙来参与，做伙来做，咱就会当得到。所以兄弟姊妹，服务的文书、属灵文书的能力，有几项代志，咱会当来辨识一下哈。第一项，我热衷于伫倒位帮助陌生人，在我面前感受到什么？感到受欢迎。我佮讲一摆，这是什么意思？譬如讲一个新朋友来到伫你的生活的空间的内底，你是毋是互这个朋友，互这个陌生人？互伊伫你的环境中感受到受欢迎这种代志通常拢啥物人在做？伫教会内面通常拢啥物人在做？通常咱拢交互牧师较济啦，对无？新朋友咱若袂安怎看到平安哦，就行过上计甲留一下电话，留一下资料，伊若甲你拒绝，你就好歹势。这动作拢无够哦，拢无法度互人感觉宾至如归哦。咱来帮助一个陌生人、新家人来到伫咱教会内底的人，互伊感受到受欢迎啊。就算伊有伊的看法，就算伊对咱的环境了无熟悉，但是咱犹原爱安怎？爱甲伊接纳，互伊感受到受欢迎的心。服务好款待的属灵文书，有个第二项会当辨别，就是一直以来你爱思考。你是毋是一个真欢喜去邀请人客来恁兜？我会记得咱这阵有一个姊妹叫做王惠美老师，有无？这位老师伊顶礼拜来参与聚会，伊甲牧师讲，杨牧师，我伫咱遮附近有10几个人的一个小组，伊迄个12月25圣诞节迄天的时。伊讲牧师，你礼拜日中昼的时阵你敢会使来参与我伫艺人馆招这10几个人的小组，你会当来来出面一下我要介绍互因熟悉，因为因这个团体内底有几位因拢是未信者，但是因伫这个团体中间，伊期待因住伫这附近的这团体的人会当有机会伫教会生活。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就咧思考，哇，伊会当邀请因来，但是咱要安怎来甲因邀请进入这个环境？我甲伊讲，我讲王老师，你若有需要
恁平常时恁的聚会，恁若无所在，若无拄拄恁买当，无拄拄去恁兜买当来阮教会一楼的所在来做使用。因为伊平常时拢是招即群人进入伫伊的厝里，所以我知影即群人因真愿意参因做伙。弟兄兄姐，恁敢有一寡恁的朋友会去恁兜？会袂？会袂？会袂啦？拢袂。即摆疫情开始了，拢无爱啊。我知影啦，当然这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啦，吼。但是牧师的意思就是讲，伫咱的心内，咱像一个兜嘛，一个厝嘛，敢毋是？咱来教会，牧师敢会讲即摆疫情，讲恁拢莫来啊，较好，敢袂？我袂使呢，牧师袂使呢。一个人啊得着吼，牧师敢会讲歹势吼，咱拢即摆吼，即个人得着，咱拢莫来聚会啊，咱拢改做直播的就好，袂使。我只有我靠主，我靠上帝。所以兄弟姊妹邀请人客来咱兜坐，其实是一个心态最要紧的一个备办。吼，第三项，人经常咧甲咱讲。好，人经常会告诉我，我让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感受到宾至如归。好，兄弟姊妹，宾至如归最要紧。有一个做有名，这个职场上一位 John Wanamaker 哈，伊是1838年哈，1838年到1922年，一个最要紧的现代广告之父。这个广告的师傅哈，这个广告之父哈。伊使用家己上帝予伊的温数，叫做服务好款待人的这种温数。伊做啥物代志？伊彻底改变了人的购物买物件的习惯。安怎做？好，等下牧师会讲这个故事。伊特别伫这个外显哈，就是外在的这个广告的天才的这个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款待啊，服务啊。伊最爱服务人，最爱款待人。伊安怎做？这个 Wanamaker 呢？伊希望会当尽，即互人会当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这种的感受，会当互因来伊所做的这事业来购物啊，买物件啊。兄弟姊妹，这种的观念有成咱伫教会听到福音，买到一个好的物件，得到一个好的物件，你敢会想要爱人来买？会袂？会嘛？你敢会希望人嘛得到？会袂？会嘛？牧师要邀请咱哦，咱做伙较侪为着咱的机会吼、育成来祈祷哦。哦，前阵仔伊甲牧师讲伊甲伊的男朋友，吼、什么发？陈发，吼、陈发伊伫北部，伊鼓励伊的男朋友，伊来教会了后，伊鼓励伊的男朋友伫北部读册的时阵去台北的The Hope 的教会。去参与聚会，所以伊甲伊的男朋友期待伫伊要离开咱伊差不多3月底，伊要离开的时阵，伊期待会当成做一个洗礼，伊的心备办好，伊嘛期待伊的男朋友会当做伙来做这个决志。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样会当尽力来分享伫咱所得到的物件？那亲像咱的机会。伊虽然短短伫咱教会偌久的时间，1年了吼，应该吼差不多1年一档外的时间，伊决志，伊伫这中间毋若带歌，伊嘛咧分享，圣神充满是啥物意思？生命改变是啥物意思？这爱信心呢？伊对毋捌到捌，到要安怎邀请人来得到相款的这种的温数，这是一种的能力。所以我嘛相信。这种的温数的能力，上帝嘛赏赐予伊。这个 Wanamaker， 伊伫伊的创业的内底，伊安怎做？伊开设了世界第1间大型的百货商店。伊伫这百货商店内面的商品真娇装，环境真舒适，亲像咱即卖这个大卖场啊。吼，内底嘛有真侪伫9楼有水晶茶室啊，8楼有这玩具室啊，吼，10楼有这个有医生护士。为着医疗护理来做服务，甚至呢上顶悬楼去做这个管风琴吼，做演奏，甚至伫迄中间呢，伊去做一个最重要的，叫做明码标示。什么是明码标示？过去迄个时代，因若要买物件吼，服务的人拢是随在伊花价钱啊，所以伊感觉安尼袂使。伊讲安尼爱互安怎？爱互要买物件的人，互
互因感受到一个公平的价钱。伊看到足清楚的，所以就将这价钱的标价来给定出来。所以，互人感受到迄个温暖。甚至呢，最后伊用家己的款待文书，伊邀请人来甲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伊安怎做？有一摆19世纪迄当时有一个布道家叫做德怀特·穆迪，伊表示讲要伫费城来办一个福音的布道会。所以伊伫迄个布道会中间，瓦纳梅克伊用家己的即个百货商店来接待即摆的布道会，伊毋但免费招待用因的所在，甚至佮提供300名的接待人员来伫布道会中间来做服务。这300个员工拢是伊请咧做伊的商店咧买物件，但是伊请这300个员工来去做即个布道会的招待人员。即个瓦纳梅克呢，伊家己本身毋但第一家，伊嘛亲自家己伫伊的员工，伫伊所接待的人的中间，伊就甲因写批。写什么批？伊写这个批，伊安尼讲，伊讲：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得救，赶快奔向那位仁慈的救主的怀抱吧，就像你今天逃离漫天飘雪的寒冷街道，奔向这个温暖的房间一样。如果你已经得救，就谦卑信靠耶稣为你所做的，他在十字架上的爱，也把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放在心上。没有得救，这意味着走向永恒的黑暗。他们中间有你亲近的朋友，你的骨肉至亲，你总得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吧？这一下，互每一个那来到伫伊的商店，伫买卖遮的人客，互因的一封批信。兄弟姊妹，牧师嘛时常在思考，我为什么要奉献我的性命，互上帝来使用？我一直有一个概念，上帝一直拢咧甲我讲，你着爱互我的教会成做一个会当拍开的教会，一个教会着爱会当拍开心门，会当接纳所有的生命来进入的一个所在，有上帝的疼，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福音的所在。所以伫即礼拜拜一，大公教会因伫应该是顶个月，因为接受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伊要帮助真侪经地方的教会，伫资源上较欠缺的教会，只要你若愿意，你这间教会，你若会使吼，你牧养遮的幼儿，甲是青少年，吼，你若有10个人，伊就互你偌侪钱来做使用一档哦。这比咱教会咧拨互咱的做青年的事工的费用搁较侪。所以我感谢上帝，当咱教会备办讲，咱要来做青少年的事工，然后咱有青年的干事来做同工的投入。伫迄过程中间，金钱就是足大的资源。伫迄过程中间，阮礼拜一因有一个规定，就是同工要参与这个事奉工会，或者同工的教会，就爱委派一个组织的同工，然后同工伫每一个月拢会一摆去到伫大公教会来做门徒训练。因咧做训练是啥？咱即个自责的同工，伊逐日爱灵修祈祷，然后爱做记录，然后这个记录拢爱安怎？拢爱交互大公教会的即个团队，然后呢，因着爱安怎？着爱将每一礼拜聚会的青少年的人数，包含啥探访，电访、电话也好，还是实际上的探访也好，拢爱做到，然后做记录。兄弟姊妹，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当拜一，咱的同工伫遐咧分享，牧师的心嘛真感动。自然讲，我过去拢毋捌真正好好读经，但是通过安尼事奉工课我开始逐日好好咧读经，甚至伊读经了后，伊运用迄个机会，当伊拄着的青少年，就安怎，甚至甲伊分享伊迄天所看到的圣经站。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体会到。咱的同工伫信仰上已经先做好上帝爱伊做的工课啊。礼拜二，伊会组咱的教会青年聚会来一个青少年。这个青少年呢，伊是法院甲伊告知，讲你若无去迄间教会大桥教会，你着爱去少年观护所。
意思是讲，即个囡仔若无来咱遮吼，逐日来哦，若无逐日来吼，伊就爱倒转去安怎？少年观护所，安尼伊会来袂？会啦，伊逐日来，甚至呢，伊一日来吼，拢带2个到3个朋友来。这2个3个朋友拢是较咪对伊哦，做伙来到伫教会。啊嘛，感谢主，咱教会前一阵啊，拄啊咱的承恩执事吼，看到咱这青少年吼，啊嘛奉献一个撞球小型撞球桌哦，真好收的，啊嘛乒乓桌啊，伫迄中间因就开始伫遐活动，一工2、3个，第3工搁带2、3个，哦，咱的同工开始看到讲哦，咱无较紧来做吼，关怀的事工真无彩，兄弟姊妹，当咱备办好。上帝就将这个人放伫咱的中间，我感受到上帝安怎疼咱，因为这项代志我就咧思考，是安怎法官会竟然指定咱大桥教会，我就想到讲，原来之前牧师咧处理伫咱教会青年的内底，拄啊好有一位青年，伊拄啊好拄着法院的有关的官司的代志，啊拄啊好伫咧中间，法官就敲电话给我。看我了解这个青少年所发生的代志，然后这个法官伫咧讲的中间，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吴牧师啊，吴牧师，看你们的教会哈，我相信教会可以做好这一个关怀的工作。那假如以后大桥国中吼，这附近的学校，若是有这款的案例的学生，吼我拢会当邀请因去遐来恁甲因做关怀，好无？我甲因讲没问题。所以兄弟姊妹，当你要将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会当邀请，互人会当感受到宾至如归，咱就爱安怎？咱即马就爱好好看待这个啥，这青少年。咱爱改变，咱爱开始去调整，咱对青少年，咱对因的人物。这囡仔因看起来第一天吼，因来了吼，就发生什么代志？走出去外口，规栋的哦，6、7个、7、8个哦。你门口靠底下吃薰啊！咱要哪做哦？我们该怎么做？值得挑战。甲你边仔兄弟讲，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来好款待因，来服务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才很单纯，足单纯的。但是因的生命，因要带人来信主，有容易无？容易啦！你看因带人偌紧的呢？敢唔是？我甲钟选中南讲，钟选中南，你认识他吗？还好钟选认识，可是他们2个他们是不同的。钟选中南他们是非常乖牌的，不同挂的。钟选嘛，跟我讲，我牧师，我有朋友哈，我有一个同学，我做要好的朋友。我说你有没有邀请他跟你一起来教会啊？他说有啊，我也为他祷告啊。可是他就是不会跟我来，好奇怪哦。而且我看到这囡仔吼，爱佚佗的囡仔吼，少的就3、4个来啊呢。他们的能力真的是不能小觑的。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节，牧师要带领咱来看3段圣经节，咱就来结束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的讲道，罗马书第12章13节，在讲起一个足要紧基督徒的生活，款待人的原则。圣徒所欠缺，就攻击因；出外人就治好款待因啊！注意哦，是款待因，还是好款待因？爱好啦，款待人唔是歹，嘛唔是一般，就爱好，就爱好。所以吼，我记之前吼，当工慢慢甲牧师问讲，牧师啊，咱若无啥人去食咖啡啦，买咖啡机要创啥？毋是要好款待吗？敢毋是？好款待人嘛。第二，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第2节，兄弟的三疼着久长，无得袂记得接待人客，因为对安尼，捌有接待着天使，也唔知。所以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谁？天使哦，最后这真要紧哦，彼得前书4章8节到9节，咱顶摆慢慢有看到一段圣经节。第一要紧的，大家要切切三疼，因为疼是热坎最挂，大家三接待无得熬念。兄弟姊妹，他拄牧师讲起，
这个青少年、这个朋友，因可能伫因的行为，有可能伫因的做过程的中间、学习的过程的中间，有出了某咪款的差错。但是圣经内面讲，大家若切切三疼，因为疼是压砍罪过，毋是讲你疼人压砍你家己的罪过，是压砍迄个人的罪过。安了解无？所以你的疼会当帮助一个人，伊的罪来得到压砍保护，互伊的生命重新得到永驻。所以大家三接派无得拗念啊，所以会记得。即摆咱有遮个青少年入来，你着爱开始去熟悉因，去主动去认捌因、接待因，甚至互因感受到即个家庭毋是干那牧师，也是治安，也是某咪当工足好款待因，是逐个人拢足好款待因，互因感受到即款的疼，这才是上帝爱咱伫今仔日所学习即个服务好款待的恩赐会得到。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想事活命的主，阮搁一摆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论得阮的性命，互阮的心甲生命会当搁一摆伫你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定心来得到智慧的心。主啊，阮伫今仔日做伙领受一个生命需要培育款待的恩赐能力，照你互阮逐人无相款的恩赐能力，有做先知的，有做预言的人。互阮的信心的功课顶面会当拿加天，对主你的委身甲信靠，嘛互为主你做工的办教会事工圣工的代志的人，会当工正中直，互因会当教导劝勉的人，拢互因学习着专一的心来改变教会内底无好的文化甲歹习惯，嘛互阮会当有好人民，熬救助别人，会当伫彼此帮衬的中间。来安慰阮身躯边志未遂的人的心上。主啊，阮相信，阮伫你所享受的生命的内面，成做一个生命恩赐的好管家，也做伙来建造一个勇壮、有动力的大桥教会。愿你亲自引带，伫阮大桥教会众兄弟姊妹，伫后礼拜新春礼拜，阮嘛会当相款来邀请阮厝邻的亲人、朋友，做伙伫新春的第一主日。来到主你的面头前，做伙来领受主你生命蒙恩的祝福。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嘛继续引带阮。虽然疫情有无相款的变化，阮的心、阮的生命也有侪因为环境的变化来受到影响。阮拢犹原恳求上帝，你圣神亲自来坚固、勇壮阮逐人兄弟姊妹的肉体甲灵魂。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547首，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念全首。一切叫我感
即时请准备先来奉献。请起立。主求你感恩，我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叫大阮地，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行日，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请用奉献宣言转过来。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请为着以下公道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信徒灵性造就心心灵；第二，为同工服侍工作；第三，为教会青年儿童；第四，为教会捐款；第五，为教会宣教、传福音、灵命造就；第六，为教会内新家庭关怀工作代祷。请咱开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特别要为着伫阮生命受造就的生命内底，做伙来经验上帝你满满的恩典甲祝福。求上帝你帮助阮，阮相信阮伫灵命的造就顶面，也互阮的生命有来得到永驻，也互阮的生命有平安，来恢复上帝你所赏赐有气力的生命来服侍主、服侍人。求上帝你赏赐互阮一条委身顺服上帝的心意。用智慧来服侍主、服侍人，也恳求上帝你赐福伫你教会青年甲幼稚的工作，无论是活动、关系、甲专注的顶面，拢会当哪学习，哪得着智慧的心。也恳求上帝你继续为着大桥教会来感动，最为着阮来关心奉献的教会甲兄弟姊妹，互教会当紧紧来完成捐款的动作。来见证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甲赐福，让上帝你嘛赐福大桥教会，诚侪传扬福音，灵命事造就的好所在，互阮每一个人拢同做，领受着信心、勇气，甲生命对焦的动作。慈悲怜悯的上帝，恁是我的帮山，阮的倚靠，恳求你圣神降临，浸润阮的心，互阮心内有平安。兄弟有身体欠安、心事软弱的，求你亲自换手伫每一个有需要的兄弟身上。有病痛的得医治，心灵忧伤的得安慰，阁有生业技术彰显伫因的身上，互因透过喜乐带来力量，生命经营着主你同在的恩典。感谢你带领学生来到阮教会。恳求你赏赐同工有智慧，会当甲因有好的关系。嘛求你圣神感动伫遐学生，互因会当伫教会中认捌你、倚靠你，来成做教会精兵，荣耀你的名。
阮伫教会行款，恳求你，互阮有坚定的信心，相信你必定成做阮的帮衬。因为阮知你所赐的往往超过阮的所求所想，你丰盛的恩典教育阮用。阮也要为着教会内新家庭关怀事工代祷，恳求你赏赐阮智慧、勇气，借着操练，互阮更加明白要安怎陪伴帮助因。嘛求你兴起搁较侪同工来服侍，借着委身关怀，带领搁较侪人成做你的儿女。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做来看周报。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注意。教会消息：第一，本周日下晡拜2点到4点半，永爱互助会社借用本会3楼礼拜堂召开社员好会。第二，后礼拜3召开本年度第一摆中级会议，同日查经班暂停1周。另外，后礼拜3拄啊好拄着除夕，拜六圣歌队停止练习。第三，下主日1月20日，拄啊是大年初一，邀请兄全家做伙参与新春感恩礼拜。伫新的年，用感谢、祈祷、彼此祝福的心，一同领受上帝祝福。同日每人抽一包4名祝福的红包，欢迎踊跃参加。第四，为着响应甲病毒共存阶段，兄弟彼此健康甲安全。进入教会时，请兄弟爱量体温、戴口罩、消毒，保持安全距离。身体若无爽快的，伫厝里隔离观察。奉献1月份的寿星，1月初4牧师妈钟兰，1月初5慧珍，1月初8书坊长老1月15，永南兄1月22，毛长乐1月26，怡静1月28，牧师公1月30，立轩。奉献部分后错误，请过码无凭证。我遐奉献民生表遐建堂奉献，遐无修改着，遐是128000。请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4章10节。下面请牧师补充报告。好，留下这大家平安吼。咱这个咱下晡。即个婴儿互助社伫咱遮使用空间，咱若如果是社员，也是咱中级吼，咱特别等下会后，咱做伙会当来甲咱的场地做一个整理一下吼。另外就是讲咱下晡的时阵，咱嘛请咱的中级社员啦吼，咱的中级若是有做社员的吼，请咱会当伫1楼的所在，特别因为1楼的所在因为真侪车辆，特别伫交通的部分，咱需要做一个指挥啦吼。所以请咱同工会当做伙配合一下，来斗相共一下吼。若如果咱的信徒、咱会友咱伫下晡的时阵，咱若嘛是社员的时阵，咱请咱会当小可帮助咱的同工，小可顾前顾后一下吼。也是讲倒位有需要便所，咱的社员伊若无了解，咱小可做伙做一个观察一下啦吼。做一个好款待，嘛当互每一个这个社员会当得到温暖啦吼。牧师伫遮甲咱提醒，咱即马咱的小组吼，包括咱的相关的聚会，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包含咱即马过年后礼拜过年到，
咱到2月初5较正式佮开始小组，吼2月初5啊，所以即阵啊吼，咱教会嘛有兄弟姊妹拢得到上帝的顾守佮平安吼，嘛该确诊的嘛有确诊啦吼，无输嘛有得到吼，啊但是上帝拢顾守咱平安啦吼，啊求上帝继续甲咱引带，啊咱茫想讲咱得到过了就袂着哦，吼爱知影即个概念吼，这是我记得好像几个月吼，3个月的这个保护期而已吼，所以记得身体的自我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嘛要顾好啦吼，啊若爱困就好好去困啦吼，不要熬夜啦吼，啊甲咱做一个提醒啦吼，啊牧师嘛邀请咱请咱即个受青1月份的受青，请咱起立好无？咱做伙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咱做伙来甲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快一点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咱做伙来祈祷，甲因做祝福。感谢俄罗主，你赏赐互阮会当伫生命内底。阮做伙伫大桥教会来为着这受青来祝福的祈祷，阮感谢上帝，你赏赐互因伫因世间的年日，有当诚做家庭的祝福，嘛诚做教会祝福，嘛愿上帝你赐互因，若有勇壮，互因灵命那加天的信仰生命，来继续来引带阮侪人做伙来敬拜上帝，来领受上帝你满满的恩典。通过因的生命会受造就、受装备、受上帝你圣神的引带和带领，嘛，互阮看见上帝你的权能甲荣光。愿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愿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祝福因，祝福因，求上帝你听阮的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这个时嘛邀请咱做伙起立吼，咱做伙来唱，咱们特别走动啦因为疫情关系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啦所以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唱这个听互咱组织做一会听互咱做头前后壁你甲看者，甲伊请安点头找位空间看会到的，就甲伊点一个头互咱大家吃做一会，听互咱组织做一会，听互咱组织做。挥挥手，我们学习放轻松，挥挥手，跟前后左右的挥挥手，对，听我的听，互咱大家做一会，听互咱做一会，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将咱一切的荣光归乎咱的主上帝。荣光归圣帝上帝。荣光圣，也诚心三位一体，在地现在地，将来也永远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主，你是现在伫地、将来伫地、永远伫地的主。愿阮每一个信靠主你的人、亲近主你的人，拢通伫上帝你的怀抱、稳定的免流的内底、圣神的引带内底，来领受着属天的祝福。愿上帝你的稳定赐福阮，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密祷。
咱请敬拜团吼，圣歌队，咱将这个物件拢收的吼，咱的这歌谱。